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11月19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1篇，以西结书43章第1节到12节，马太福音23章27节到24章的14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灾难。伫大自然界的灾难，拢是一定有出代志的原因啦吼。无论是咱拄进前看到这个马太鞍这个湖吼流落来，而且是花莲县光复乡，会通讲规个城镇去互土霾安尼淹去安尼吼。或者是讲咱讲到大陆国的这个燕子湖的这个燕塞湖吼的山星啦，或者是讲伫前礼拜迄个风台形成，甲伊迄个真奇怪的路径，佮有咱看到 AI 的这个预测失准，拢有伊的原因伫咧吼。以色列人拄着的苦难啊、灾难啊，嘛拢是有伊的原因。最主要当然是因为因背离上帝的道路，失去了上帝的保守甲祝福，所以因就会拄着灾难。先知书以西结书43章第1节到12节讲到着这个以色列人的境况，甲因所拄着的灾难。了后，迄个人带我去东的门看。以色列的上帝阳光对东边来，伊的声亲像大水掠影哗哗吼，地因为伊的阳光发出光彩。这个异象甲以前我所看见上帝毁灭耶路撒冷的异象，以及我伫这个加巴罗河边看见的异象相款。我就趴落涂骹，上主的阳光对东门进入伫圣殿。上帝的神甲我举起来，带我去到伫内庭，伫遐我看见上主的阳光充满圣殿。迄人徛伫我的身边，我听见有一个声对圣殿甲我讲：“人主啊，这是我的宝座，是我的脚点。我要永远住伫以色列人的中间。以色列人甲因的君王袂用得，佮因为拜偶像行淫乱，也是因为君王的尸体来亵渎我的圣言。因将王宫的后盾去徛伫我圣殿的后盾。”佮将王宫的门徛伫我圣殿的门徛，因甲我的中间简单架一堵墙，因用这会通掩恶的事来亵渎我的圣言，所以我发大受气，甲因消灭，但因袂用得，佮拜偶像，佮着将君王的尸体来闪离开我圣的所在。我就要永远住伫因的中间。人主啊，你着将这个圣殿的设计指示以色列人，互因让圣殿的大细对安尼会晓得着为着家己的罪恶感觉见笑。因若为着家己的行为感觉见笑，你着将这个圣殿的设计款式、出入口所有的设计甲规例。所有的款式甲条例拢甲因讲，你着伫因的面前来将这会写清楚，互因通照这个圣殿的设计甲规例去做。圣殿的条例是安尼：圣殿着起伫山顶，圣殿的四周围是至圣，着会记得，这就是圣殿的条例。耶稣基督伫传福音的时阵，无受到犹太人的接纳，甚至到处来作对，无愿意听耶稣基督的教导甲预言。耶稣基督伫马太福音23章讲到法利赛人甲经学士的7个灾厄，
这在下就是因为因心来公义，来将来要拄着的代志。经文内底的这个耶路撒冷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讲耶路撒冷城另外一个是指以色列人来讲啦耶稣所有言的这个耶路撒冷所代表的这两个意思，迄个城甲人将来所要拄着的灾厄，拢是因为因背离上帝的旨意，将来要拄着的灾难甲毁灭。马太福音23章37节到24章14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太是先知，佮用石头钉死上帝册来你遮的使者。我偌济遍爱要自执你的囝儿，亲像家母自执鸡仔囝，甲因揽伫这个19个，恁拢无爱。我偌济摆爱要自执你的囝儿，恁看，恁的厝会荒废，无人住。我要甲恁讲，对打以后，恁绝对袂阁看袂着我。直到恁讲奉主名来，迄位应该受称赞。24章第1节，耶稣佮对圣殿出来，拄要离开的时，门徒徛来，报伊看圣殿的建筑物。耶稣甲因讲：遮个恁敢毋是拢有看着？我实在甲恁讲，伫遮一切拢会受拆毁，拆甲无两块石头相塌。耶稣伫橄榄山顶坐地的时，门徒私底下来问伊，请甲阮讲，这个代志什么时阵会发生？你的来临甲今世的结局有什么兆头？耶稣因讲，着谨慎，才免受着迷惑，因为有真侪人会利用我的名，讲我就是基督，来迷惑真侪人。因会听到战争以及战争的风声，着谨慎，毋免惊。这个代志一定会发生，毋久终局也袂到，因为民族会起来攻击民族，国家会攻击国家，有真侪所在饥荒甲地动，这一切的代志不过是催准痛痛的开始。迄时恁会互人掠去受苦楚杀害，恁会因为我的名互万民来怨恨。迄时恁会互人掠去受苦楚有真侪人会失去信心，会互相出卖，彼此来埋怨。佮有真侪假先知出来迷惑真侪人，不法的代志哪来哪去天，真侪人的痛心会渐渐冷淡，毋久忍来到最后的人会得到救。这个天国的福音会传到普天会对万民来做见证，最后终局才会到。诗篇141篇，上主啊，我求你来帮助我。我求你的时，求你按耳孔听我的声，听我祈祷，亲像香请甲伫你的面前。愿我举起你的双手，亲像恩时的祭司受你接纳。上主啊，求你约束我的嘴，卡守我嘴的门。求你毋通互我的心偏邪恶，甲最歹的人斗阵最歹，毋通互我甲因专共倒来临接。宁可互义人甲用人字拍我，指正我，嘛互伊歹人伫我的头壳抹油欢迎我。虽然歹人做歹，要求我要继续祈祷，因的即种者着受迄落伫山坎，因就会知我的话是真实，亲像土互犁线，因的骨头会散甲规门口。至悬的上主啊，我注目看你，求你保护我免伫到伫灭亡，求你保护我免伫陷落因甲我设的罗网，以及最歹的坑道。
求你互歹人含乐家己的落网，互我安全来脱离。恳求主爱天父赏赐救阮的应允，帮助阮全心用全部的心来跟对耶稣基督的真理道路，无互阮拄着凶恶，带领阮离开灾难，互阮会当蒙福。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